9988阿里巴巴俾市監管再次約談啦，又反壟斷啦，咩位置可以入啊？暫時嚟講咧，佢保啲交通道底線咧係151蚊喎。咁佢記住一樣嘢，就算係被政府監管局約談咧，都係關於嗰啲千祈唔好用你自己而家市場嘅主導地位做埋一啲咧反壟斷嘅嘢啊。我覺得嗱，約談係好㗎，唔約談即刻罰你更加唔好啦。所以你睇翻2021年咧有冇約談你啊？冇啊，即刻罰款你啊。所以2021年9988個股價咪一路係咁冧足成年啦。約談反而係好事，即係話俾你聽，喂，你而家做緊呢啲嘢，行緊灰色地帶喎，踩緊鋼線喎，叫你收一收斂喎。咁如果你係聽話嘅説話，自然係收一收斂，咪唔使罰款咯。所以約談反而係一個咧軟性主導嗰個好消息。咁啊，今日既然 ADR 嚟講呢度150蚊啦，我都會叫啲客50蚊分階段買入啦。因為將來嚟講，約談完之後冇咩事發生，咁咪會彈翻咯。主要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呢間係好公司，咁但係有壞消息啊，跌低咗啦。當你消化完壞消息之後啦，佢又上翻中軸線，咁你咪食糊咯。